啊，继续来看这个俄罗斯攻击到乌克兰已经29天了。这个乌克兰的内政部24号来宣布，成功反击到俄罗斯所占领的港口，唔那让俄罗斯的军队来沉船，都参俄罗斯伫港口放火箭、放大炮的仓库，嘛已经甲崩掉了。最新的状况，要请国际中心的记者方子琪讲互咱知。子琪，请讲。 好，无毋对，即马上新消息要来报互恁知，就是你即马看到即个乌克兰内政部是24号透早是宣布，因是成功甲即个俄罗斯占领的港口内底军舰是来拍落来，造成即个俄罗斯军队是沉船。画面头恁看到在即个火烧的所在，即个所在就是即个港口是非常的一个火烧厝来直直来请的。乌克兰就解释讲，这是因为即个所在港口边啊，还佫有一个仓库，内底是放了足侪火箭甲大炮。 所以又搁来烧第二摆哦。这个所在是伫这个乌克兰东南部的城市，叫做扎波罗热的港口。这个港口的名叫做比尔江斯克。这个所在自2月27号开始就被这个俄军来占领，即马就和乌克兰来反过来攻击，就来看这个乌克兰敢有可能把这个所在搁摕得转来。即马另外一个所在是要看到这个伫乌克兰北部的城市叫做切尔尼戈夫，这个所在是继续被俄罗斯的军队是包围轰炸。画面头你看这的人。 若是开车出来细地看到这个路道顶悬呢是周围拢咧火烧厝，即马伫这个切尔尼戈夫这个内底民众是甚至是无水通啉，每一个人甚至是敢会当分到1公升的水来啉，而且佫毋知影这1公升的水是要爱用来几工哦。即马这个今仔日的这个俄罗斯的股市是，阮知影是因至。 为这个2月26号开始就暂停交易，不过伫1点外钟之前，这个莫斯科这个所在股市是恢复一部分的交易，是重新来开放这个33支股票的交易，是包括因国内上大的天然气含这个石油公司，但是阮知影因为这摆只有俄罗斯国内投资人会当入来这个所在来投资，而且这个俄罗斯的政府嘛是敢若有来入场护盘，是和这个各大公司的股票是起了。 18%。好，以上就是为乌克兰抗俄罗斯的最新消息，时间搁交互伫台北的有定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